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新闻一开始，先看台北市指南宫站8点外火烧，消防是派出43台消防车加100多人去拍火，一直到饭店才把火拍花，加在是无人伤亡。联消保店的一个起火，那我们立即派遣了43部的消防车，110名的一个警消，同时有18名的机消到达现场。公司来看会往西边，包含了中正、永和、中和这个方向来做挑战。那目前我们会持续监控。这个导火所在是指南宫的凌霄宝殿，因为都是木做的，所以当这消防赶到现场的时，是已经规间拢在烧啊。这环保局嘛发布空污警报，详细导火原因搁爱调查。也这台北市长周万安伫咧头拄仔也已经去到现场了解状况。继续来关心，这几天全台湾拢在落大雨，花莲秀林目前也有2人掉伫山壁，避伫山洞，但这搜救队今日会去救人。也伫咧玉林桥遗址的大浜壁这个所在，有一个登山客也去互大水冲走。这个玉灯便道即马登去，昨要一个保全要去上班的时阵，摔落去失踪。溪水真错流，气势真惊人。搁较悬的所在是水墙规个平落来，水喷甲规世界。花莲秀林乡山区木谷木鱼拜一煞传出有民众受困，有2位民众他受困在我们木谷木鱼里面6.5K 的山壁上面。对，那我们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雨势过大，并且那个人员他在山壁的对岸那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一侧有任何的这个联系，在搜救上面也是颇有困难。因为对道路到救援地点差要100公尺，放绳落去有较困难，空翕机也袂当飞。搜救人员发现受困的2个人避伫山洞内底，暂时无性命危险。有个拜利雨落较利，会甲绳放落，甲用撩起的方式同步进行，甲人救出来。热带性低气压 TD24拜一伫花莲南区乡镇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为一个4个人的登山团去爬马博拉斯横断步道，落山的时因为溪水涨悬，伫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大浜壁附近，一个30岁女性被大水冲走去。花莲消防局第3大队甲林保署遭搜救队上山救援，拜2会去到事故地点，目前暂时无进一步的消息。万里溪溪水涨悬真错流，大雨让水头崩沙湖继续溢流。林保署临时搁再出动空翕机，看到溢流水量未少，不过已经小可减挂。林保署监测1点到5点水量上大，溢流点已经降4.7公尺，流出8万吨的水。坝体还是呈现不稳定，所以下大雨它还有可能会在下切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就是河道红色警戒之外的这些相关的那个区域黄色警戒。大雨和花莲县溪水涨悬，其中66溪水势上涨，甲玉东便道中央桥梁差不多60公尺长的所在拢冲断去。一个便衣保全拜一透早出门上班，监视器翕到5点15分，伊穿雨衣骑车的身影。也毋过同事讲伊并无到位，手机最后定位是伫66溪中央，互家属质疑是安怎即届无提早封桥。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封桥的动作嘛？然后不晓得这次是我们真的家人真的没办法接受啊，好好一个人这样出去就没有了。那我们是怀疑他可能在骑车途中那有跌落的状况。那目前搜救持续进行当中。玉东大桥伫4天前叫100大地动登去，才会铺便道方便居民通行。无想到即马阁拄到溪水涨悬，冲甲登去。搜救人员继续伫水尾，也阁有2边的岸边扩大敲吹，希望会当量早传来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台东的南回公路是有水崩山冲入去人徛家厝，因为伫咧太麻里的山轮川是有部分居民已经撤离到活动中心。因为伫咧南势的环岛公路是有部分所在也拢淹水啊，有人骑车是险险啊掉伫咧边仔过路。南势地区23落规天的大雨，24、24雨有小可长雨。不过南势环岛公路部分路段这2天拢出现积水，山壁落落大雨，哪亲像水墙。过路骑机车人差一点嘛掉着。乡公所表示，已经派厂商清除路面土石，加强排水。都可以通行，但是都有土石啦，可以清的我们都立即有请开口契约厂商清理。
这阵大水后，台东县渭南到北仑传出淹水灾情，太麻里乡山区道路拢传出土石淹到路面，警方嘛派员警协助撤离毒气流人。金轮村互人列做土石流红色警戒区，50个山区居民拢撤离到活动中心暂时安置。我们在金轮的活动中心也开设了这个收容处，然后也准备好了物资跟我们这边的浮会船。台九线南回公路青海路段山壁嘛出现3条水墙，大水嘛甲土石冲来车路，造成部分路段单线通行。伫路边的主体也因为大水来得伤紧，流入来厝内，居民赶紧走出来清水沟啊！什么时候开始淹的？刚刚有前面1个小时前。台东市部分地区嘛发生淹水，通往台东火车站的京城北路596巷，为23开始淹水，到24还未退。大学路并高道附近嘛因为排水未赴淹到车路，台东市区最后的道路中华路部分路段积水半顶悬，民众讲这阵雨来得紧搁大。这次很严重啊！大武乡大武桥甲金龙桥的水位凊悬挖进桥面，乡公所已经由洪水线管制通行。另外，龙水署针对太麻里、卑南甲延平乡山区，拢总有38个山区地点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提醒当地居民先暂时撤离。记者采访报道。屏东落大雨做大水，伫咧嘉东的运洪川水上深受淹甲陷坎，影公所是干那会当用树林船来发物资。影6月才因为落大雨放弃的万兰乡杏花坡的报刊也搁再放弃啊。今仔山区雾台乡、山地门、顶北乡、搁东港、枋寮、嘉东国的船里，今是停班停课。救护人员拖树林艇伫淹水的庄仔内行1阵才行到通报救援的面街，几落个人做伙甲坐轮椅的长辈扛出来。受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屏东各乡镇虽然有抽水设备，不过强降雨地区抽水排水未赴，也是互嘉东等真侪个乡镇日时拢传出淹水灾情。其中嘉东运洪川部分路段水淹到陷坎，救灾人员用树林艇载物资大家发放。因为大雨一直来，伫庄头的集水机啊，无够。大只拢抽袂离，一直抽，前站咪抽较近，嘛是拢安尼在抽，无大通抽较离。甲运洪川隔壁的盐温川同款有灾情，村民为了替厝的人摕药啊，撩水行伫巷仔路内，部分路段水淹甲大腿悬。汽车伫这个淹水的路段小心通过，第一线枋寮段部分道路刷变桃梅沟路，枋寮新良川往大丁川路段也因为积水捌封起来，北细寮一带的住户总共有装防水闸啊，水也是淹入厝内，居民只好赶紧将家具扛起来贴好悬。有人到树林艇出外，有人撩水行伫路里。东港中正路顶路段透早开始因为大雨，搁因为大流，陆续传出淹水灾情。不少路段拢有洪水线，东港大桥周边社区的车路哪亲像河，水搁淹入厝内，新恒乡嘛浸伫水内。骑车经过港西川内路段，哪亲像骑水上奥多麦，连续落雨，互港西川水淹了搁退，退了搁淹。刚早退，刚下嘛搁淹，淹到现在无。怪手电线包甲报函贴落好，大水雨升腾屏东真侪乡镇。6月底再因为大水雨崩布的万丹乡新化部报函，县政府提早蹲线包，也是无度挡林路排水的水势又搁放弃。南边交流道周边平面道路因为淹水有封锁线，伫太武乡的7站日开始3天累积的雨势超过900毫米。据太武往登山口方向的路段山坪因为大雨崩塌路断去。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因为低压带继续影响，今仔各地天气也是真无稳定。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来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他所在也会落大雨。咱来看分图。来看第18号风台，三顶里昨有一时假做是强烈风台，了搁再减弱，目前已经降做是中度的风台，即嘛是往西南西的方向，往台湾的北部来接近。也提醒观众朋友，即马大雨咧落，也要做好风台准备，避免搁再造成灾情。讲到即届南部咧落大雨，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又用视讯来了解各地灾情。虽然讲这总预算已经放台掉，无法度去到现场，中央也是讲会尽全力来支援。另外，针对三顶的风台，上近礼拜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台北市也要评估有风台警备价。
水沟挂掀开，用沙条甲头毛膏挖出来。台北市连续落尽雨，搁面临风台要来，市政府加强辖区内清除头毛膏嘛预先甲树尾做修剪，避免强风一日来造成灾情。市政府讲，根据上新资料，台北市陆上风台警报发布机会差不多6至7成，必须预先防范。气象署相关资料确实预测的路径都是朝接近台湾的方向，那我们一定是用最高标准，严阵以待。连续几天大水后，地区南部、东部真侪所在积淹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拢总594位捌发生积淹水，目前剩较无100位，而且捌有18000外户停电。二是下晡已经9成复电。行政院窦永泰下晡甲地方首长视讯，听地方救灾需求。雨量还持续在大，过来这几天，尤其台风来，虽然来自北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提高各种的注意能力。这2天啊，屏东县大汉山累计雨量突破728毫米，高雄市楠梓区嘛挖近700毫米，屏东县太武乡、春池乡累计雨量拢超过680毫米。气象署分析，加压大加强西南风的影响，嘉义以南甲东半部地区也会持续下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南部地区局部都要严防大水雨等级以上的大雨。海峡这边这个西南风，以及台湾东边这一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这个强风轴的话，都还是落在台湾附近哦，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台湾附近的一个降雨情况都还算是相当的明显。那今年第18号风台沙丁尼持续往台湾北部海面挖近，那日是早起形成的闪电风台未来环流可能会并入沙丁尼。气象署预估上紧伫拜3就会发布沙丁尼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机会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在礼拜4跟礼拜5这2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根据国家灾害中心回警，各国对沙丁尼风台路线预报愈来愈成。风台伫通过琉球海面了后往西南西移动。气象署分析，风台路线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压主导，也有台湾附近大气压大影响，离台湾外远也有变数，影响程度也无同，请民众爱持续注意风台的上新消息。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落雨造成灾情，即马全台湾的水库也拢要去雨水甲补满。台南的詹文水库甲高雄的阿公店水库也拢开始咧放水。水利单位表示讲，会继续来监控水柜甲水尾河川的状况，随时来调整放水量。大水冲过桃园、石门水库、洪环土沙、崩坑出水口，水声轰轰叫。风台山顶里也未来，全台湾真侪水库拢灌甲饱。到日时下晡，石门水库甲圣地宝山的2座水库脱水量拢已经有100%了。我们透过我们的 PRO， 还有包括我们的排洪隧道，在进行相关的放水。目前今天今天下午2点来讲，我们的入流量差不多每秒120立方公尺的一个水量。那我们是用每秒2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水量在做放水。北区水资源分署讲，会看落雨，也有入水量变化，随时来调整石门水库操作，有流有够的防范大水的所在。那因为沙丁的风台可能带来落雨，也有大水。那北部南台湾更加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也有西南风影响，连续几若天是拢落大雨。全台湾规模上大的詹文水库，日时中昼就100%的满水位，并且伫暗头6点钟下就进行调节性放水。迎接南华水库更加是伫2月就已经水满，自然又流出来。伫时时加开洪环土沙的这个崩坑放水排沙。另外，高雄阿公店水库日时下晡更加用上悬每秒90立方公尺来排水。只要我们这个监测到下游的这个桥梁水位有警戒的状况，那我们会还是会再把这个放水量降低，那留一些水在水库里面。其实每年6月底到9月70大水雨期间，阿公店水库反倒当未进行脱水，备好这段期间的真多的大水，也有土沙会使直接排入海。这摆因为过来讲大水雨，阿公店水库伫日时下晡观测到84%以上脱水量。南区水资源分署讲会继续监控下游的水位，也有水库，也有外侪所在会使来渡水，随时调整放水量，确保水库也有大水雨会使流入来的所在，同时也避免造成这个下游河川负担伤重，引发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这联邦静安会分会长黄顺阳跨国运动，假用查某相片成骗人的感情，结果唆使人走私大麻花。检方是发动搜索，将嫌犯相关5个人依照运毒等罪来起诉。再来是中国时报，内政部是公
个人的平均岁数81.27岁，其中查某的是84.75岁，查甫的是77.93岁。那以这地区来看，台北市的平均岁数是83.9岁上介老，台东县是76.49岁上介低。最后是联合报，财政部是公布地方政府明年中央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其中台北、新北分配到的拢超过1,000亿。不过因为新北的人口较济，平均每一个人分配金额是干那26,000块，全国上低。若个讲到明年的上计工资可能会超过3万调到3,975块，有专家是表示讲，这上计工资条款对大部分上班的人来讲，应该拢无啥感觉，颠倒是会互遐做较久的干那领3万块的员工，感觉会无公平。最低工资连续10年调悬，不过不是所有劳工拢有好处。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去年各年龄的薪资差距，未满30岁以下劳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较无32,000块；30至39岁劳工虽然已经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不过多数人的经常性薪资中位数煞领较无4万块。就是文科的话，可能就只有3万多，就是会比较省一点。我觉得在台北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我之前有在高雄工作过，那高雄是比较难找到超过4万的。因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上紧可能伫9月讨论，外界预测116年最低工资调幅可能有5%。月薪可望为29,500块，调悬了后会有30,975块。时薪可能为196扭悬到206。业内专家表示，基层甲社会新鲜人起薪，可望因为基本工资调悬会踏悬，不过对于工作几多年的员工来讲，可能会烦恼薪水。谈进来的时候呢，薪水就是可能落在3万出头了，但紧接着可能接下来也不会动到他们的薪资，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是看得到吃不到的一群。时薪尽量能够2-3%以内，不要幅度那么高的，变成会来聘请月薪的，不聘请时薪的。观光旅馆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罗正也表示，会当接受基本工资调悬，不过受惠族群拢以移工为主。以现阶段来讲，要以3万块请到本国劳工请较袂着。另外，主计总处公布7月就业人数拢总有1,165万1,000人，月增1.4万人。主计总处讲，7月的就业甲失业人数拢有增加，不过伫失业的部分扣除季节性因素，失业率并无变动。服务业7月增加16000，主要增加在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业内专家指出，若是企业干那调悬新进员工的起薪，却无同步调整即卖的员工薪水，可能会出现薪资公平的问题，较会引起资深的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降低，甚至离职。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甲伊朗中东的战事不明，即马韩国一只中型货船泛星风舵，拍算要通过这罗西亚北极海航道去到澳洲。不过也因为这罗西亚是继续受到欧美的制裁，这条水路敢有机会来拍通，可能是要变数。韩国当地时间日暗时9点半钟下，装载了2758个 TEU 的环旗集团所属的货柜轮环旗风舵号慢慢离开富山港码头，展开这场伫航运甲地缘政治上充满实验性质的旅程。所谓的北极海航道是指伫全球暖化影响之下，北极海冰层氧气所空出海域，用来连接北欧、西欧，也有远东各国，是即阵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苏伊士运河航道以外，近年来所兴起的海运新的选择。根据路透社引用估计，对韩国釜山到西欧各主要港口，若是用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来回航程大约70天，也若是行北极海航道，敢若需要40到45天，用个节省真侪时间甲成本。同时，有这个北极海航道是挖罗西亚北边海域，罗西亚方面会使收真悬的通行费，特别是即阵伫中东局势紧张，红海甲苏伊士运河航道面临伊朗外围组织封锁，罗西亚更加是积极来向各国推销。不过看起来节省时间甲成本的表面之下，北极海航道是面临地缘政治围堵的严厉考验。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实施的真侪制裁内底，就包含禁止对任何甲罗西亚往来航商承担保险，因为欧对航行北极海可能造成的环保问题更加是真计较。另外，技术上，北极海自然环境适合专运天然气船只，也无线绳货轮，无适合大型的货柜轮，就算是环旗风舵这款的大型货柜轮。
长以下人员也需要这个特别的证照。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在这阵地缘政治双边起来的这个常理之下，行进西方路线的韩国是由政府出面支持航商进行北极海的试验航行，一定会冒着和欧美真无欢喜的风险。不过对历史经验来看，韩国在半世纪进前的朴正熙时代就随过欧美开始布局北方政策，美也伫陆太武年代甲前苏联甲中国建交，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严厉制裁下，依然有 LG 电子、现代汽车这韩商维持伫罗西亚的营运。中央日报认为，反指洪道夫迄几轮的破冰之路，依然有机会伫长时间开创韩国海运业的新商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新加坡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咧推动公共主体，不过近期一项讲要撤树林来建设的计划，是引起当地不满9,000人的抗议，要求这新加坡的政府爱重新来思考这建设的方案，甲检讨这开发。面积干那744平方公里，甲纽约市相当的新加坡，甲香港、伦敦等人口正密的都市共款，面临大需求一直暴增的难题。今年7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拍算开发伫西部占地23公顷的次生林马祖森林2/3面积，用来起公共住处。不过方案公布了后，马上引起反对声音，遭到差不多2千个民众行起了街路，呼吁政府唔通消耗无法度提回来土地。And we are taught to love nature and appreciate gardens. So there's a cognitive dissonance here when deforestation happens. We don't want this to keep going on. If it keeps going on this rate, then we'll have no forest left in a couple of decades. 次生林是不被错过，或者是开发，后来又重新发出来森林。马祖森林上早是树林园甲果子园，到1960年代，才写做马来亚铁路经过所在。90年代铁路兴奋落车了后，甲隔壁的金文泰森林重新发作爬行的所在。新加坡政府捌发布研究报告，加有113种动物，包含极度珍贵的黄冠鹎甲大瓦拉里。不过早伫80年代，新加坡政府已经将马祖森林大部分地区规划做主题用地，有超过49000人签署2份请愿书，呼吁政府改用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体馆改起老旧租厝的密度。We do face urban heat island, right, whereby the city as a whole is hotter and cools down slower in the night. 或者伫第一线甲民众沟通的国家发展部官员也承诺，会做出调整，保留比原本计划更加侪绿地，不过无透露具体细节。Now, in the current plan, we've already set aside some greenery and forested areas. But the current plan was never final. 到去年6月为止，新加坡人口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11万人，按算至2030年人口会进一步暴增到650万到690万人。为1967年建国以来，新加坡就一直将家己定位是辉煌都市。即马欠悬的土地开发需求，甲保留都市绿洲的名义。安怎兼顾，也加做新加坡政府即马面临的难题。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美国内华达州的火烧山到达时已经烧掉5000公顷，这样看，嘛造成上无6个人受伤。当地政府表示讲，这场火烧山是人为所来造成的，目前是也无法度控制。另外，针对当地外销军来宣布紧急状态，撤离9万人。大火一直拖烧，因看到不少消防人员提沙条来回回伫火场内底，想要挖出一个防火线。美国内华达州西北部当地2日发生野火，伫强风加大潮气候影响下，火炭烧甲真紧，烧一天一暝，烧到风暴土伊雅比国家森林公园，至少烧掉5000公顷的林地。不少民众包括款款的赶紧离开徛家。It was horrible. Trying to get up here, trying to go to the house, just trying to get stuff for me and the kids. Yeah, it was pretty. Did you actually see the fire? We did. What did it look like? It was just really foggy. It just looks really bad. 内华达州政府讲，火烧真紧阁真大，消防人员当时也未赴赶到导火所在，大火就已经烧到消防车附近，消防员只好赶紧来撤离。有消防车部分的徛家，互大火烧着，也造成民众甲消防员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多对火炭甲真紧的瓦小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共动员大约800个消防员，并且调动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派出2架直升机，也有60个士兵对空中斗3工来拍火。Oh my gosh, I'm still scared to death. It's like, you don't know if the winds are going to shift and it's going to get worse, so you're just kind of, I got all my stuff in my car and in his car.
看现场情况，州政府初步研判这场野火是人为造成的，由火无度控制，当局车包含来发达大厦附近徛家大约900名民众撤离，也提醒民众讲必须要做好撤离几啊天的准备。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澳洲气候监测单位过8年指出讲，全世界伫咧顶礼拜，这海面的平均温度是已经达到21.1度，嘛创下历史新高。全球的气候暖化甲超级性型现象，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也对咱人经济、环境甲生态造成威胁。澳平的哥贝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24发布上新的报告显示，全球大日平均的海面温度伫8月22日来到摄氏21.1度，创2024年3月以来新高的纪录。报告指出，海洋通常伫逐冬的3-4月份上热，伫8月打破历史纪录是真罕的看到的。海水的极端高温是长期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加即马当咧发展的性型现象两个贴做伙所致，直接冲击到海洋生态。Corals, as well as most marine organisms, get incredibly stressed when the water environment is too hot for them. It also leads to fish mortality because a warmer ocean carries less nutrients and less oxygen. 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 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s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in a warmer ocean. 报告强调，海水温度变悬会互珊瑚失去色彩甲营养来源，引起大面积的死亡，损断规个海洋生态圈。鱼类、海洋成年动物等等物种，为着找找更较适合的生存温度，也会去到极地，也是更较深的海域。无通适应甲迁徙的物种，就会有灭种的危机。另外，高温也会互海水变酸，影响浮游生物、带壳类的甲底层鱼类的生长，油价较悬，冲击规个海洋生态食物链。海水温度变悬，也会互全球渔业产值降低，讨海的国家甲地区会有严重的经济损失甲讨产的危机。另外，极端天气会愈有破坏力，会引起强度更较悬、范围更较宽的风台，同时也加速海平加悬甲沿海淹水的状况。全球陆地暖化进一步失控，互陆地效应愈来愈侪解，而且佫会热死人。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have a warmer ocean, such as we've had in Europe this summe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So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reasons why peopl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a warmer ocean. 报告最后强调，海洋吸热的能力已经到前方啊！高温和海洋吸收利用化碳效率大大降低，佮加上气候变迁恶化，全球差不多42%的海域当咧受到海洋热流的侵袭，需要加速淘汰化石燃料，而且实施30+30的海洋保护政策，也就是伫咧西元2030年进前落实保护30%海洋生态的目标。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肯斯科夫半暝啊是发生乌道车拼，当地非政府组织表示，尚无30到40人死亡，20个人受伤，详细伤亡的人数目前也无法度了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式宣布，对伊朗来采取历来上界重的经济孤立，扩大制裁范围，而且也甲全世界警告讲，伫咧现这个时阵，上好爱知影恁爱徛倒一边。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带团去参加9月12日伫咧印度新德里的金正峰会，这届也是习近平伫咧7年了后，搁再访问印度。咱来看联合航空，昨一只对台北飞旧金山的飞行机，才起飞旧偌久尔，这桃园机场就接到讲要飞转来通报。这机长当时公布是讲飞行机的油压出问题，等到后来了后详细检查，也发现讲这4粒链仔拢破去，加载是无发生意外。联合航空24早起按算飞旧金山的班机 UA872，锁定中岛飞航，11点57分出现桃园机场跑道，降落时阵水拢喷起来，为远远看过去，倒边做起落架，6粒的链仔4粒变扁，因为链仔接压无法度拖走 ，UA872申请原地换链仔，了后各由专接车将旅客载回航厦。他们是退关吗？好。
根据星期日的机场会面，气氛平静。星期指出，飞机起飞了后，差不多8点钟，机长公布讲疫后异常，爱在空中放休20分钟了后，搁回航。起飞延后1点钟，降落了后，搁等电话钟。机长20岁技术员甲319岁星期受影响。那卸个不够多，所以它落地的时候，重量过重，所以它换了6个轮胎。没有任何异常的状况，就是单纯就是机长有这样的宣告。桃机公司伫11点05分接到联航 UA872通报回航，11点08分通知塔台，航班11点57分降落了后，也请求地面人员协助观察状况。降落了后，咱好亲像是放冷。桃机公司解释，飞机降落时阵温度相过悬，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进行摄压。班机飞登来桃机了后，自动取消。目前来讲，那你们行程怎么办？我改了今天晚上18种，改18种。对。联航无对外正式回应，桃机公司强调已经照定数，将相关情形通报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等的关。飞机回航的正式原因，依然爱等运安会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昨去北检乌金组的带队去敲。陈雪生的小弟，也就是办公室的主任陈雪怀，甲助理甲秘书等3个人去带走。这检方是证实讲牵涉到贪污等案件，也无法度对外说明。早起9点外，北检乌金专组主任检察官詹永岭带真侪调查局人员来到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由詹永岭离家才搜查起诉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引发大家关心注意。期间人员齐摆出力，也包含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陈雪生小弟陈雪怀。今天这个案子是跟去年周刊报道的有关吗？目前搜索进度大概是怎么样？这边6点钟了后，检调人员甲最少的证物提走，并且甲陈雪怀也有办公室秘书甲助理也拢带走。并立法院是讲，经过检方通知，派人陪同来配合，对详细案情拢唔知影。我们就照既定程序处理。整个的司法调查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强调有多少证据你就办多少案。那如果证据不足或者是配合选举来做的一个司法操作，我想大家不会接受。民进党党团无从去做评论，涉及到司法，尤其侦办中的案件其实勿枉勿纵啦。74岁陈雪生，1996年当选国大代表了后，开始伊的政治路，当选过2届连江县长。更加做过4届立委，伫马祖政坛有真大影响力。北检证实陈雪生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这案件，敢利用亲戚朋友诈领这助理费，接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的不正利益，已经搜查包含陈雪生住的所在甲相关的海运公司等35个所在，并且通知27个人到案来说明，正是继续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卫生部金门病院有护理师指控讲，这护理长长期甲刁难，佮提出这工课场霸凌的申诉，结果说伊无成立来结案。事后佮去用记4级的新改，批评讲是去用病院甲算忠孝，要求这卫生部爱重视调查。护理长刁难我的假已经不是只有那一次。赖小姐是金门病院的御用护理师，并不是公务人员。伊老目屎指控门诊部的护理长长期挑战伊排班请假。因为伊的爸爸中风，加上查囝破病，需要定期回来台湾看诊，向护理师也个护理部的主任来请假，说互伊无完成手术，互控制来处理，互伊压力是非常的大。一年来已经瘦34公斤，佮治着忧郁症。旷职的公文跟我说，我要自己回去准备好之后交给他，然后交回人事。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份我要去说明。我为何那一天会旷职？那赖小姐，这病院内底总共有7位的护理人员，找护士工会来斗3工，其中2个人向院方来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目前敢若剩赖小姐继续来做救济。工会表示，院方最后敢若通知霸凌无成立，无讲明调查的原因，嘛无提供完整的资料。事后院方阁以赖小姐休假期间去中国旅游做理由，改记4届新改114年的考绩嘛，向着做是1等，嘛无提供具体评判依据。这是事后的生效。我们当事人是在我们工会的一个积极介入跟协助之下，我们的金门医院还可以这样子违法滥干，一直不断的违法，然后呢，告诉我们工会他们都没有违法。金门医院的霸凌事件我会请医福会，那么在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那么再来做后续应有的处理。
护士工会强调，金门病院是金门地区真重要的医疗的大条。当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因为申诉减去，或者是找工会来斗3工，都要安尼心内惊吓。受影响的毋若是刀工尔，更较有可能影响离岛护理人员留任，也有医疗的量能。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成立外部的调查小组，重新启动工会场霸凌的调查，并且建立反报复，也有公开监督的机制，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某一间护理之家，去互家属是质疑讲有菌株感染的事件，指控这照护人员环境卫生甲管理有疏失。卫生局是表示，今年是已经有派人去稽查2届，拢有下规定，也无发生菌株感染情形，无违规。就是这间伫新北市中和区的某护理之家，敢若表示花柳边菜花互相烧坏事件。一个姓陈的护理人，2023年11月大入去，却是伫今年2月较紧急挖到菜花，刷来是因为感染，油脂功能恶化才并发症。今年5月不幸来过身，家属怀疑讲挖到这菜花恐惊毋若老母一个人，因为机构环境甲工作人员卫生无好，无做好感染控。他换尿布，从一个手套戴到尾。那这个感染的人再传染到另外一个有伤口，这个确定不会感染吗？对此，新北市卫生局讲，确实有接到相关定情，不过因为资讯无够明确，第2摆稽查无发现有菜花互相烧坏代志。原来意思是提醒讲，菜花是由人类连突病毒 HPV 感染所引发的，定定看到这个传染病。最后经由皮肤也是黏膜接触传播，初期症状是袂痛也袂痒，尾仔会伫生殖器也佫有尻川这所在。先说千番人食个粒吧，敢像咱一般食菜花小肉芽，若无治疗袂家己好，反倒等下继续恶化。全身的健康来讲，严重性是不高的，但是对于生活品质，还有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尽早发现、尽早处理。经本局现场查核，114年及115年各有1名菜花的确诊个案，目前并无群聚感染的情形。卫生局讲，虽然是有摕到明确画到个案的资讯、环境相片，也是其他相关事情的依法来进行查处，来维护民众就医甲照护品质。也来红点名的这护理之家是讲，相关的资料已经拢交予卫生局啊，袂过对媒体讲什么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涉嫌杀囝世间的收容人，6月时才拄对这家人的看守所假批去恐吓情某一个伙仔。不受到讲换看守所了后，这受害家属搁再控诉，搁再受到恐吓。巴索是回应讲会主动来函送检方来追究，敢有牵涉到恐吓、危害安全等罪。看到熟悉之，搁互被害者家属真紧张。控诉伫2个月回进前，才受到卫检所寄出恐吓批，即马搁一摆受到威胁。寄给我姐姐的信，字迹一模一样，我就把它扣下来了。他说他没办法收了我姐，就杀了我姐，老天自然会杀了我姐。接连的这种举动，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限制他？就是所谓的人权嘛。画批内容甲前一摆攻击性用户无同，不过白底专做大户死亡威胁的字句，不过被害家属认为批中有完充满恐吓，不满已经申请保护令。那批无被限制，检所承诺强化批的管制，质疑是虚实。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伊就是写批的受伤人，家人世间的10个人涉嫌杀害5岁囡仔，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专案已经伫2审审理。不过为关伫家人看守所案件上诉转到台北看守所，已经2摆写批，涉嫌恐吓情某一家伙仔，不受回应，有依法看批内容，不过批用会正批会加上受伤人，惊是交互朋友才互批通过检查。他算是我们会被标示为高风险的送人，看守所应该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的控管，比较强的做一个把关。长久之计的话，还是我们会希望说，检察官也好，或法院的裁定命令能够同步到他下一个地方。这引起保护令失效质疑，双方补充说明，伫批件催进前，也唔知影保护令的核发，所以无发现受批地址就是被害家属地址。上到提悬高风险使用人寄批审查强度，世间的10个人所作所为，也主动函送检方侦办，调查是不是涉嫌恐吓、危害安全等性质。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北南港的社会主体礼拜是传出讲有电梯歹去，有人掉伫内底，家在是有去人救出来。
不过有住户是讲，这只电梯半年来就歹买100改，敢未收函。市府表示讲，这个是有塑胶卡条的，未来会再加强检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电梯发生故障，民众吊伫咧电梯内底坐伫涂骹等待救援。代志伫咧台北市量体上大，1442户的南港机场社会主体发生的。消防局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将吊伫内底住户救出来，好在无人受伤。其实已经导致了大家对于社宅品质的堪忧，那甚至是有这种搭乘电梯的 PTSD。大家说现在搭乘电梯很像在赌命，而且还要早晚一起共行。其实南港机场社会主体电梯发生状况不是头一摆啊，机关就指出有住户统计大一批半档内故障买100摆，除了要求台北市府改善甲会当安全使用，依照合约该罚钱的就要罚钱，该赔偿的就要赔偿，那需要换厂商就要换。住户就听天由命了啊！像我们这个老灰啊，怎么办？心脏病呢？我楼下15楼就是他跟我讲说，像大怒神啊，他吓得脸都发白啊。昨天好像有再维修一次，有时候会这样晃，嘿，那有时候停住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近应该有改善吧，因为我们这栋比较少听到。有住户就讲，电梯确实定咧维修，有住户认为电梯的问题有改善。针对23发生的吊电梯的代志，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是因为塑胶的物件才造成的。社宅自入住以来，电梯异常通报原因不一，包含设备异常、安全装置作动、供电条件及使用过程异物等情形，并非遵属设备本体故障。本次议员关心案件是因塑胶异物造成。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社会主体拄碰的时阵，确实有较侪异常，会和相关单位检讨，其中有一寡部分甲供电的电压有关系。调整了后，异常的频率已经有降低啊。目前已经有加强逐工的巡检甲异常通报的处理。也若共一只电梯也是烧伤的原因一直发生，嘛要求维护的厂商进一步检查，而且提出改善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南部落大雨，高雄市昨是停班停课，有8位公司是照常咧营业，都有真侪员工咧批评讲，拢无咧要意因的安全。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希望这雇主爱注意员工的安全，若是员工因为淹水无法度来上班，就应该爱予伊请假。民众也予山排队照顺时进入8位公司，因为大水雨，准高雄市政府宣布2时停止上班上课。高雄汉神两馆也是宣布照常营业，梦时代嘛同款开馆。今天风雨这么大，你不担心吗？不会，因为在室内，我想说没差。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人身安全，确实如果不要开会比较好。外口落大雨，内底嘛落小雨，涂骹囥大细卡水桶直接水。入来8位公司室内，会当看到部分专柜围起来囥，因为政府公告停班停课。暂停营业的告示牌，不过正常营业的专柜员工是一定爱落雨嘛来上班，互袂少专柜小姐真生气，批评无看重员工的安全。雇主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员工的安全。那如果员工不能上班，那雇主应该要准予同意他请假。劳动部嘛讲，天然灾害发生时阵，非必要，雇主无应该要求劳工冒险上班，还是出勤。那因为业务性质，确实有必要出勤，必须经劳工同意，并应该负担通勤协助甲安全维护责任。首先还是希望雇主以这个劳工的生命安全为重要，所以天灾事件发生的时候，劳工原则上我们会希望不出勤。那不出勤的时候，雇主不能视为旷工迟到，或者是强迫劳工用事假或其他假别来处理。呼吁雇主能够考量台风假、豪雨假，其实它的一个比例并不高嘛。那能够在劳工不出勤的状况之下，也能够给予薪资照给，这是我们所期待。全国产业总工会呼吁，因为极端气候未来大水害的状况可能会加速常态，建议政府应该事先做好相关配套的措施，保障劳工权益。当地方政府宣布风台假，也是大水雨假的时阵，也希望雇主会当考虑劳工身心的安全，会当尽量避免让劳工出勤。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桃园虎头山创新园区最近这几年经营拢了钱，促参案嘛，因为这牵涉到都市计划也未定案。经发局是表示讲，目前这建物出租将近8成，促参的前期的规划报告也已经核定啊。
当咧推动这招商的准备，卖分阶段来推动。绿地老树也有在动的建筑，虎头山创新园区2019年6月开园营运，初期将重点放伫咧治安、物联网，也有车联智慧驾驶等等的新创技术。毋过这营运的经费是无法度家己满足，所以改用促参的模式。不离个新建厝的调查发现，创新园区的营运连续3档直直倒，而且佫倒塌。促参案嘛，因为牵涉都市计划变更，也无定案，这转型计划就要佫改善。觉得很可惜是吗？啊，对啊，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又有那么多树，为什么厂商他们会撤走呢？是没有什么优惠吗？或怎么样？难得有一个高大的树啊，蕨类也养得很好，草地也很宽阔。刚开始设的时候，还有很多厂商，因为它这个最主要是要给厂商进驻嘛，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好好的经营了。新建厝讲园区内底建筑部分使用的效率偏低，营运的收入连续3档来下降佮倒塌。2023年年收入是433万，2024年是273万，2025年佮降到190万，要求经发局爱改善。目前园区共有11栋建物，整体营运绩效不理想。112年短处535万，113年600万，到114年仍然580万。虎头山创新园区因为是属于机关用地，那目前的建筑物已经有80%左右招租出去。经发局表示，这整体园区的营运袂当干那将盈利当作是上界要紧的目标，部分的活动是无收钱的，无法度像商业用的园区安尼同款来赚钱。若园区的转型，将来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模式来进行。目前先期规划评估报告已经通过啊，当咧准备招商，未来希望向兼顾市民休闲也有产业发展的应用场域的方向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湾这几年运动科学产业当咧发展，头一场的比赛特别办伫咧8月29、8月30。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比赛，也提供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嘛建立裁判的标准，和台湾的产业会当甲国际衔接。的伸展内侧之外，他的膝盖也在按摩他臀部的肌肉。国际运动科学专家现场示范哑铃的手路，倒伫哑铃床顶的模拟仪，规个慢慢放轻松。台湾运动科学协会8月29、30伫国立体育大学举办台湾第一场运动科学比赛。仪式的赛前记者会就请有超过13档实务加教学经验的哑铃大师到场，要来甲比赛者和同业交流。运动健身的风气伫国内愈来愈时行。2015年，台湾运动产业的总产值就已经预估将近8000亿。相关的工作人员嘛，大约有20万人。不过，强化健康的身体，甲挑战极限，身体难免的疲劳需要恢复。政府甲哑铃的产业嘛，开始伫台湾发展起来。运动按摩也好，然后做脸部按摩也好，或是泰式按摩也好，或是传统整复都有，但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很像在关起门来做。那其实这次的比赛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的分享，然后一起的交流。这届的比赛除了台湾，还有对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来将近100名的选手做伙参加，其中超过40个参赛者是综合福建哑铃、泰式哑铃等多元流派和手路。台湾运动科学协会表示，这场比赛是台湾运动科学产业一届交流甲观摩的机会，对加拿大来运动哑铃教练观察台湾的产业生态。嘛，坦白讲，运动科学这方面的发展潜力甲市场真大。Well, the potential is incredibly huge, especially for many sports teams. Whether the body is being put through plyometrics, various positions, various movements. 主办单位嘛，伫个比赛前提早公布国内头一批运动哑铃合格裁判的名单，就是要提升国内运动哑铃甲身体工作的专业公信力，建立相关的标准甲培训的制度，期待培养台湾本土的裁判，未来伫个国际交流的活动甲比赛顶面，会当为台湾争取更较侪表现的机会甲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台湾现代音乐之父柯尚辉教授，伊对1964年开始田野调查，采集将近3000条的台湾歌谣，开创台湾民族音乐研究。
今年是考上会教授白逝25周年，团艺中心也要对9月开始办纪念音乐会，感念这位台湾音乐的守护者。这首小提琴的独奏曲《流线调》是音乐家柯尚辉在1991年对台湾的传统戏曲所改编的经典作品之一。甲台湾本土的音乐元素结合西方古典的乐器，对本土的文化甲民间的音乐吸收养分，再搁结合现代作曲的方法。团艺中心表示，柯教授上大的贡献，就是为台湾建立有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他最重要的是，他热爱台湾的本土，以那个台湾的本土的音乐特色，好，本土的日常生活，好，当呢用西方的音乐、现代的音乐来呈现出来，或呢台湾人听到家己台湾的音乐，嘛和世界看到台湾的音乐。团艺中心也表示，柯尚辉教授是台湾现代音乐家启蒙的导师，也是民歌采集重要的推动者。伊对1964年开始田野调查，加将前3000首台湾山地甲北地传统歌谣拢录音起来，开创台湾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之路。10几岁的时阵，我足爱音乐，我看音乐杂志、报纸。有足侪柯尚辉教授的消息，伊讲大家爱写台湾的音乐。今年是伊白逝25周年，为着感念这位台湾民族音乐甲艺术文化的守护者，团艺中心也宣布，甲高雄乐团、国乐团、合唱团等大家团队合作，打算9月开始，伫北中南推出纪念音乐会，用音乐听台湾，也感受柯尚辉教授对台湾的爱。记者顾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下晡补贴汽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离5度至30度，中部地区离5度至30度，南部地区离5度至27度，东部地区离5度至29度。外岛地区26度至30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